击。box。 漂亮！用后撤的前手摆拳做得不错，前这种拳应该多做一做。Don't turn your back. Don't turn your back. Come on. Box. Oh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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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又扑得太狠了。Come on. Box. 好的。Box。比赛确实打的还是很焦灼啊。这第9回合也要马上就撑到结束了。这个主力呢没有进攻啊，一直在这个移动，在躲。因为最后10秒嘛，对方一定要反扑嘛。这也看到了对手这样的一个规律。好，终于呢是要迎来最后第10回合的较量了。前面2个人已经是经过了9回合的一番激烈的争夺，体能消耗也非常大。当然呢，主力皮卡尔呢还是优势非常明显，但是没有这种重击的这种机会啊。帕维尔呢打得也很顽强，一直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在苦苦支撑。像最后一个回合的话，主力应该会想尽办法加强这个进攻。好，第10回合最后1回合的较量开始了，看看会不会节奏上有一些变化。直接推倒了。那这回合帕维尔是不是应该冒险呢？因为从前面的情况来看呢，他也是并不占优啊。Okay, come on. Box. Box. 帕维尔要发力。还有1分30秒。这个主力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打完之后，对，经常的就转身背对对手啊。确实，这个主力的攻防转换这种意识不连贯，没有2次进攻、3次进攻这样的意识。看上去就没有。哎呦，被对方打中了。哎呦，有点被动。啊，还好这几拳呢是力量并不算太足。Step back, step back.
好的，最后30秒了，双方展开了对攻。Hey, watch your head. 近战对攻的话，阻力没有优势，还是要拉开距离。阻力也是，哎，放弃防守，一直在移动，最后打一组，哎呦，10回合结束了，最后感觉双方还是打没有火气，对，没有打的尽兴啊。选手，谢谢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今天的6场比赛呢到这儿全部结束了。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 WBA 亚洲金腰带的争夺最终的归属。介绍一下本场比赛。本场比赛是一个10回合超重量级168磅的 WBA 亚洲金腰带的争夺战。本场比赛的蓝角是来自爱沙尼亚的帕威尔，1989年出生，职业生涯战绩是21胜7负2平8次 KO。红角是来自中国新疆的祖利皮卡尔马麦提阿里，他的绰号 Prince Ali，1993年出生，身高和臂展都是183公分，职业战绩9胜1负1平7次 KO。那么这2位选手当中，将有1位可以带走这个超重量级168磅的 WBA 亚洲的金腰带。10个回合打满，没有出现 KO 或 TKO， 所以我们的裁判在进行最后点数的记录。那么一会儿，当中1位拳手将会领走这条金腰带。那么首先介绍一下本场金腰带的颁奖嘉宾，也是赛事主办方中山广播电视台总编辑武学彪先生和胜利世家的 CEO 李胜先生。好，我们的金腰带已经来到了台上。本场比赛3位裁判的打分分别是：红角对蓝角，99比91、98比92以及98比92。So the gold belt goes to Red Corner， 红角朱利皮卡尔吴正一起获胜。